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5章10条解。摩西调集以色列人，对因讲：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我今仔日甲恁吩咐的规例甲命令，恁着学习切实遵行。上主咱的上帝伫何尼山甲咱立约，这约上主毋是甲咱的列祖立的，是甲今仔日咱所有要活地徛伫遮的人立的。上主伫山顶对会中面对面甲恁讲话，迄时我徛伫上主甲恁的中间，要将上主的话传互恁，因为恁惊迄个火，毋敢上山。上主讲：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。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，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，无论天顶、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，毋通甲因跪拜，嘛毋通服侍因，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。怨恨我的人，我归咎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，我施恩予因直到千代。毋通滥散用上主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散用上主的名的人，我上主一定无甲伊当作无罪。着照上主你的上帝命令，守安息日做圣日，6日内着拍饼做你所有的工课。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，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萝卜、女婢、牛、驴、精生，以及寄居伫恁中间的人，拢毋通做工，互你的萝卜、女婢通甲你相款安息。着会记得恁以前捌伫埃及地做奴才，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的手，带恁对遐出来。因为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着守安息日，着照上主你的上帝的命令，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，久长徛起，享受福气。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陷害你的厝边，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，嘛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、田园、萝卜、女婢、牛、驴，还是你的厝边任何的物件。这个是上主伫山顶对火焰、密云、黑暗的中间大声对恁全体会众颁布的诫命，无搁加添其他的话。伊搁将这个诫命写伫2块石板，交互我。摩西传达律法，迄时山里有火得倒，恁听见有声对黑暗中出来，恁逐支族的领袖甲长老拢来我遮。恁讲：你看，上主阮的上帝，互阮看见伊的荣光甲伟大，阮搁听见伊的声对火中发出。今仔日阮才知。上帝对人讲话，人还会活。这个大火会甲阮烧死，阮若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声，一定会死。阮若着冒性命的危险。敢有人亲像阮听见永活上帝对火中讲话的声，还会当活地？你着进前去听上主阮的上帝所有要对阮讲的话。将上主对你讲的话，拢甲阮讲，阮要听，嘛要实行。恁对我讲的话，上主拢有听到。伊对我讲，我有听到这个人对你讲的话，因讲了真对。愿望因存这款心敬畏我，常常守我的诫命，互因甲因的子孙永远得到福气。你去甲因讲。恁倒去家己的埔边，摩西，你着徛踮我遮，我要将你所教示因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，拢甲你讲，互因通伫我赏赐因做产业的地实行。所以你着切实遵行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毋通偏左偏右。恁着行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的路，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享受福气，久长徛起。